伫 APEC 会前，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按算会伫15两个人先见面。针对会谈的重点，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表示讲，拜登望讲会当甲中国重新来建立军事关系。今日讲到两岸议题，咱国外交部长吴钊燮是指出讲，应该会有讨论，嘛强调讲唔免怀疑美国对台湾的支持。APEC 亚太经合会特别开始，各国之间将焦点放在15特别举行的80会。这是美国总统拜登自2021年初就任以来，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第2摆面对面会谈，包含国际情势、经济危机，甲即马继续咧进行的以哈战争，美中拢有因的算盘。We do not want to see a firefight in a hospital where innocent people, helpless people, people seeking medical care are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伫专访当中表示，拜登决心看到军方对军方关系重新建立，因为伊相信这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暗示中美军事交流真足关键，外界更较关注两人讲话内容是不是卡到两岸议题。初步掌握是应该会，因为在每次美国跟中国的一些高层的会议里面，台湾的这个部分都会成为讨论的议题之一。那有关于台湾的部分，我相信美方对我们台湾的这个支持，我们应该不用感到怀疑。两岸外交表场也延伸到泰国。吴钊燮最近接受泰国公共电视台专访，表示中国利用军事施压这手段逼台湾屈服。不过，中国驻泰国大使大动作批评泰国媒体是为台独分子吴钊燮提供传播真反国言论的平台，要求落架。中国的干扰不应该成为我们是不是在国际社会上面发生的一个干扰的这个因素。相反的，我们应该更努力。吴钊燮也伫社群平台回击，中国新闻自由是世界上会，也国家对泰国新闻自由比较畏手。这段专访画面目前已经转做私人影片，遭吹袂到。记者综合报道。